嗨，大家好，歡迎收睇國標頻道。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馬年嘅生肖標。喺中國傳統文化裏邊啊，馬其實就代表住力量啦、速度同埋成功。而孔雀標最新推出嘅呢一款探索系列靈謀馬年嘅特別版，咁就係用咗一啲超高難度嘅手工機扭紋工藝，咁就將呢一個駿馬就混合呢一個現代嘅藝術擺放咗喺呢一個標盤裏邊。咁而喺市面上一般嘅生肖標咧，都有兩種做法。咁一種咧就係將呢一個馬嘅形態咧，就直接擺喺呢一個標盤上邊，夠晒直接。咁而另外一種咧就係用咗抽象嘅線條啦，同埋呢個幾何圖，咁而低調咁隱藏咗呢一個生肖嘅元素。咁而喺孔雀標今次咧就係玩第二種啦。初睇個標盤時候咧，你就可能會以為係啲普通嘅紋理，咁但係再仔細咁睇真啲，就會發現呢一個線條裏邊其實就砌成咗一匹奔騰緊嘅駿馬。咁設計上邊咧都幾有意思。而今次孔雀標馬年嘅特別版咧，就分為兩種唔同嘅顏色，咁就係紅色、綠色。咁而每款嘅限量版咧就99隻。最犀利嘅地方就當然係個標盤啦。工匠咧就要將呢一個標盤分為16個獨立嘅區域，咁依照住橫、立、斜、橫4種方向，配合12度、32度、40度、66度嘅4種唔同嘅挑花角度。咁而總括嚟講，超過250條線，再經過2000幾次嘅手工雲刀，咁先能夠咧挑出呢一匹充滿住現代藝術同埋唐代嘅三花馬。而標底咧就刻有呢一個西漢嘅神獸龍馬立體嘅圖騰。咁而一標之內咧匯聚咗兩個唔同嘅朝代，咁與歷史對話同埋祥瑞共生嘅意象，將中國嘅傳統文化同埋現代嘅製標工藝完美咁混合展示出嚟。而孔雀標喺67年以嚟一直都係專注研發超過300幾款嘅高端機芯，咁亦都係名副其實嘅業界翹楚。而喺上次我都有介紹過呢一款陀飛輪嘅手錶，咁而今次咧就着重於喺呢個標盤機扭工藝上邊。機芯方面就係採用咗孔雀自家研發嘅自動上鏈機芯，用最簡單嘅大三芯顯示時間。而標殼咧就係38.5mm，厚度9.4mm，用咗904L 嘅航太鋼。咁而標殼同埋標帶咧，都係做咗一體式嘅設計，結合晒拉絲、鏡面、鍍角同埋毛面嘅質感，而喺光線嘅反射之下，層次感十足。而刻度同指針都經過咗4面批花、鍍角同埋拉絲處理，咁而加埋夜光嘅塗層。咁如果係熟悉玩國標嘅朋友咧，其實孔雀標嘅工藝打磨上邊咧，一路都係不斷咁去提升。而我哋正向住手錶上面睇時間嘅話咧，都隱約咁帶出60、70年代孔雀標嘅一啲情懷刻度。喺今時今日嘅孔雀製錶裏邊，堅守住獨立研製，亦都擁有住呢一個自主研發嘅知識產權。咁當中亦都研製出好多唔同類型嘅陀飛輪啦，同埋包括好多唔同類型嘅機芯，並且以迎合呢一個市場。咁亦都係世界為數不多能夠將160幾種嘅技術匯集於一身，真正咁實現出獨立製錶走上高端機密世界嘅中國品牌。大家如果係想要近距離咁去睇呢一款孔雀嘅馬年特別版嘅話咧，咁可以即時去翻我哋嘅門市度查詢下、了解下啦。而家大家如果喺我哋嘅中華國標度購買呢一個馬年生肖手錶嘅話咧，都會跟上一份馬年嘅限定品送俾大家，咁自用或者係送禮咧都非常夠體面噶啦。而今集嘅國標報道咧完畢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